港鐵為支持香港電影，於葵芳、葵興及荔景站設置電影夜王打卡位，當中更喺葵芳推出一日限定廣播。大家好，我係夜王嘅葵芳 Francis， 歡迎乘搭港鐵嚟呢個站，祝你有個愉快嘅旅程。咦？點解有咁多人圍住個 poster 嘅？原來係賀歲片夜王戲中由蔡慧琪 K 飾演嘅葵芳一角，憑住魔性嘅口音同英文名 Francesca 一炮而紅。由於同港鐵葵芳站撞名，令一眾網民紛紛要求港鐵將葵芳站改名。港鐵回應網民訴求，喺葵芳、葵興以及荔景站設置電影夜王打卡位，當中更喺葵芳推出一日限定廣播。葵芳站嘅英文站名暫時改為 Francesca， 荔景站則被改成 Night King， 而葵興站亦出現葵興字樣，三個車站同時配合電影宣傳。綽號葵芳嘅香港女演員蔡慧琪更喺今日現身葵芳站，與粉絲互動。港鐵需要分隔人流，當蔡慧琪抵達現場嘅時候，大批粉絲衝出分隔線。根據維基百科嘅資料，蔡慧琪2019年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，2019至2025年為中英劇團全職演員，2026年憑着電影夜王葵芳一角令大眾廣為認識同埋受到關注，現時為自由身藝人。佢早年喺港島東區成長，自小學習舞蹈，包括爵士舞以及芭蕾舞。蔡慧琪2014年畢業於筲箕灣官立中學，投考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但未獲取錄，繼而升讀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。2015年再次投考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並成功獲取錄。唐氏娛樂台記者語音5報導。